少年朋友拢知影 B-box， 但台语嘛有 B-box。4年前，一个表演的艺术家钱君涵，伊开始找出家己的母语，对台语老师学发音、学家字，伊也渐渐落去用台语搬戏，用台湾话讲故事，望要运用对声音的专业来替母语尽一点力。 你讲有听出来，这是台语的 B-box。简单对一字台语的拍，就会使想出足多和拍有关系的词。带落啊，出棍安尼猫落去，安尼猫落去，哦，个木金敲卡带。用声音做表演已经16年，这是钱君涵的专长。不过用台语 B-box 也阁是头一摆。 哦，除了华语话，这台语嘅客话，才是我真正我爸爸妈妈应该传落来。我这2、3年发现，我有一个方法会使甲这个台语，互较侪人知影，嘛会使用台语表演啊，台语的表演嘛会使足丰富、足趣味的。哟，这敢是真的啦！ 今年41岁的钱君涵，大家拢叫伊大钱。4年前，伊开始找找家己的母语，拄开始用台语演戏的时，也拄到袂少挑战。我想讲我台语足好，结果迄剧本拍开，我是要安怎讲这个话啊？所以迄阵就是华语甲台语掺咧安尼讲这个故事啊，所以迄阵吼就讲较足袂认得啊，一讲袂认得，我就马上换华语安尼。 对口技专业组用台语演戏，大钱还头登去修正家己家字，伊也用台语讲故事。即阵已经是袂少囡仔兄囡仔姐拢介意的大钱哥哥。但是我巴肚会枵啊，我就去厝边。大家囡仔就专心咧听我讲故事，要毋过这爸爸妈妈伊嘛就专心甲我看。 哦，两礼拜这样直直看，我是会紧张啊，就讲是毋是我头拄讲唔对啊？会使用表演方式，把这台语的水传出去，啊，互囡仔仔嘛听会出来嘛，看会出来这台语，哇，这台语遐趣味，我嘛爱学，我嘛爱讲安尼。大钱对母语出发，未来伊讲伊要继续用台语设计新的表演，互人感受台语真创新的一面。记者阿明、金丹保罗台北报道。